台中市长卢秀燕进前因为脚受伤开刀，住院住得要2礼拜，昨来出院，今仔日马上来走行程。一透早坐轮椅来参加到台中市刑警大队的掠夺破案的记者会。今仔日是爸爸节，这市长嘛趁这个机会，向所有的警察爸爸讲一声辛苦了。 台中市长卢秀燕坐轮椅参加刑大扫毒破案记者会，精神看起来袂歹。这是脚受伤开刀出院了的头一个行程。现在还有伤口，每天还必须换药。那么也因此呢，医生有希望我不要再回医院去了，所以这段时间的走动呢走动量会减少，让伤口复原得更快。 因为这脚未迄根破去，顶个月27号开刀做脚腿的清创手术，住院住袂2礼拜，一出院隔工就随走行程。卢秀燕讲，空喙还未完全恢复，所以这段时间会减少行动。不过为着要发破案奖励，以后是对轮椅徛起来发奖励。今天刚好是父亲节，那我们利用今天刚好这个节日的时候呢，向我们 police 爸爸们说声辛苦了，蔡局长他这个上任以来无案不破，他还蛮恭维，但是真熬办案。 全港警伫父亲节这天表扬警察的辛苦，不过伫卢秀燕住院期间，台中市3天内就发生2件枪击命案。警察局长蔡崇碧对台中市枪支指导的讲法发表意见，煞引起风波。市长讲蔡崇碧确实袂晓讲话，不过学了伊真熬办案，真挺家己的警察局长。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